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台南归仁一块农地早暝导火烧，这个杂草快速炭烧8公顷，浓烟是窜上天，随着风势吹到高雄的市区。结果，这个高雄的北边到阿莲，南边到前顶，拢是臭火烧味。高雄的乡亲真气愤哦！到这个台南市长的面前留言来痛骂。这个大火烧将近4点钟，才总算来拍花。讲无排除是有人调故意来放火。台南环保局先针对着这土地管理者，也就是台糖罚款着1275000块。大火烧甲真美，白烟嘛冲真悬。配合暗时台南归仁这个农地发生大火，因为有草互火烧愈紧，所在嘛想要爬架。乌烟气风驶去高雄市区，互高雄北边阿莲到南边前镇，拢有臭火大味。有的所在嘛冒烟散雾。火烧要4点钟，暗时9点外才甲火拍花去。会知台南消防人员到现场采证。用空气机搜证，环保人员讲，对土地管理者会先改开发，准备按照空气污染防治法的规范呢，去对台糖公司呢去做一个拆除的这样的一个处分。如果是有人为的因素，我们要积极气凶，把那个可能的嫌犯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找到。这场火除了台南消防局，嘛派真侪人来拍火。高雄消防局嘛派车支援，伫咧配合暗时8点外，高雄的空气品质变歹，环保局会继续监控数据，追究造成空气污染的责任。针对这个台糖未善尽管理的部分，我们会来予以开罚。大火原因有可能是有人放火，或者是有人烧草啊。火警造成空气品质变歹，影响市民。台南市府强调，会紧甲凶手找出来。